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礼拜一的暗时，花莲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死者是春日国小的教导主任谢明贤，应该是伤过疲劳，为学校要转去的半路去弄到路树，伊才49岁。谢老师教册27年，甲每一个学生拢当作家己的囡仔，假日佮教这个囡仔音乐甲才艺，嘛真要求学生的品德甲价值观，会当讲是花莲的释怀者。即卖因为车祸来过身，家长、老师甲学生拢真艰苦，真唔甘。让很多机会在孩子面前呈现，但他抓住哪个机会我不管，至少让他有很多的选择。就算最后一名，他有他的价值。我都看到每一个学生特殊的价值，因为学生确实我都阁看到老师啊。花莲春日国小的谢明贤老师，二暝暗时转去的时，可能是伤过忝，弄到树啊不幸往生，和全校师生拢着惊。不是只有我的小孩子，我们所有的春日国小历届毕业的孩子，你看，没有乐器，谢明贤就买乐器给他们用，也从来没有拿过公部门的1毛钱。这49岁就离开大家，谢老师已经将大部分的人生贡献给偏乡。扮演老师可能在我这个角色的成分上比例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扮演亲人也许多一点。在花莲教27年的车，伊认为偏向囡仔并无差，只是无资源。所以讲表示，除了教册嘛，用伊本身的人脉买乐器，伫假日开才艺班，教音乐嘛，教品定。所以每次都在开玩笑说，我大概是花莲南区最大才艺班，而且是学生收的越多越赔钱的那一种。将时间拢予学生，袂记照顾家己的身体。2013年捌中风过一摆，进前嘛腰子发炎。前几天他有来学校，他是精神状况都非常好。只是说来出来走一走，跟小朋友聊聊天。这摆添加发生意外，留下真侪遗憾。